那么我们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今天召开第35次会议，经过劳资政学的委员充分讨论，为了维护基层劳工的基本生活所需，决定每月基本工资由23800元调整到24000元，调升200块，调幅是0.84%。那每小时的基本工资，我们比照每月基本工资的调幅，由158元调整到160元。那这两个调整时薪跟月薪都是从110年1月1号起实施。我们也会尽快将这个决议报给行政院来核定。那么在这一次会议，劳资双方委员都认同，今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情势跟以往不同。资方的代表认为，多数产业受到冲击，国内上半年经济成长趋缓，而且国外的疫情未获控制，连带会影响我们未来经济的复苏力道。他们主张现在不是调整基本工资的时机。那劳方代表则认为，政府持续启动纾困措施，已经适度的减缓疫情带给企业的冲击。那近期国内外机构也陆续上修我国经济的成长率，看好我国明年的经济动能。目前国内物价虽然相对平稳，但是呢，基本工资的用意是保障我们基本劳工的基本生活，而且劳工连带受到疫情影响，更应该要调涨基本工资。经过劳资双方充分表达意见，劳资双方的意见仍然有差距。最后呢，由代表公益的学者专家提出折中的建议方案，综合考量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，还有我们的经济成长率，并且审酌疫情前后的情况，以及维护我们基层劳工的基本生活所需。经过与会委员讨论以后，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决议。那这一次月薪的调升，我们预估大概会有155.8万名劳工受惠，这之间包括本国劳工109.77万名，外籍劳工46.08万名。至于时薪的部分，这一次的调整预估会有52.43万名劳工受惠。